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第四代查某脚球队抽回换学分的事件继续逼受害者交去到教育部，教育部也答应讲会查，也有申诉管道。气象署表示，热带性低气压 TT09上紧因暗着结做今年第6号风台，为怕第预估这拜5、拜6上接近台湾。今下晡，北部7县市进行城镇轮巡演习，总统和台北市长落去视察战时急救和灾民受用的相关演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节目一开始继续来关心到这第四代查某脚球队抽回换学分的这个事件。讲到这桩案件是继续在咧逼，在今仔日呢，防抽回学生和立委，还有人本教育基金会的人，做回去到教育部，要和2位处长见着面，初步有达成7点的共识。包括调查教育部会成立下部会专案调查小组，成立申诉管道，也会来检讨到撤销姓张教练的这个教练证，而且要来追究第四代的行政过失。抽回换学分争议公布超过半年，简基生伫人本执行长邦娇兰、立委范云甲陈培如的陪伴，甲教育部2个处长会面，初步达成7点共识。简基生讲，这就是拄开始的诉求。这是我们第一次认真的倾听。认真解决，他们不用带着情绪说话，他们也不用很大声的说话，他们只是听怎么做、怎么处理，该哪个部会去处理，怎么样积极的去追，算是松了一口气，心中一直卡住的东西算是放下来了。但是真的放到底了吗？还没。教育部会由处长朱俊章组成跨部会专案调查小组，定性审视第四代 IRB 违反学伦的采罚额度。第四代 IRB 暂停运作，学生囡仔甲研究送别校审查，检回差额会协同第四代处理。教育部成立单一申诉窗仔口，组成专案辅导小组，到学校内访视辅导，检讨撤销姓张教练的教练证，追究学校的行政疏失。校长嘛同款，由体育署检讨。撤销周姓教练的教练证，并付之所有的相关的这个运动社团。我们会跟国科会有个专案小组，一样会去清查过去的相关的研究计划，我们会全面稽查一并处理。已经有3个学生囡仔申诉，简基生希望捌互人迫害感觉无公平的，会当透过单一窗仔口申诉。伊也希望各界唔通霸凌姓周的教练，唔通无顾虑演过伊原来为国家争取公赢。若是教练身困会失的，绝对会接受。你们想想吧，你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跟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了。我真的要的，就真的只是那一句道歉，真诚的道歉。对于媒体问到周台英16日平面媒体的访问讲，事件是善意的，讲霸凌伤沉重。简基生是讲无要替教练讲话，记者搁再敲电话予教练也是无接。对于女子骹球案引起重大议论，简基生讲，毋是要批评体育界有外害，是希望莫阁有学生囡仔发生类似的对待。记者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互灵母苦毒甲死的开这个案件引起社会愤怒。负责这监督访视的儿童福利联盟圣诞的社工，检方认定讲，伊无照规定去访视延误救开时间，依照呢过失致死等罪来甲起诉。毋过，这名社工进前2届开庭，伊拢毋认罪，今仔下晡是第3届开庭。这个民间团体和民众也拢去到法院外口来抗议。细汉的社工行出法院，随着互凯凯案声援的民众大声甲骂，细老的年母姊妹啊，甲一回查某囡仔凯凯苦毒致死，互全民拢真生气。负责监督访视的儿福联盟的细汉的社工，为无照规定访视，互检方照过失致死等罪嫌起诉。不过细汉的社工前2摆开庭拢无认罪，17下晡第3摆开庭。反正讲就讲些。好像什么都不关他的事了，反正我听了就会一直要发火。我们都非常的气愤，我们觉得说他就是说谎狡辩，当然是要重判。
相关民众真愤怒，要求法官停判。李小守护行动团体发言人伫开庭伫边听了后，嘛批评讲，社团的社工甲大无悔意，说责任敢若讲对家己有利的。如果不是他的疏忽的话，凯凯会被凌虐致死吗？他是罪魁祸首当法官问到陈尚杰，就是说，他主责的事项的时候，当他答不出来的时候，他说可不可以请我的辩护律师答？可是法官就坚持说，这个是你主责的工作，你必须自己答。我们都感觉他讲话是律师有教过的。相关凯凯的公民团体一透早，嘛告日后联名的总部抗议表达不满，而且提出4大诉求，包括停止募款公开项目，厘清善款的流向，正视凯凯案失职，向社会和受害家庭正式回失礼，彻底检讨制度，强化危机辨识和介入的机制，停止以二小悲剧做募款和形象的行销，接受第三方的监督，要求随改革和问责，莫阁让悲剧阁一摆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检方有接到检举，讲台南市调查处新营站一个涉任的调查官涉嫌收钱泄露个资，这检察官发动调查，去的办公室还佫徛家等所在，找到相关的证物。另外，台南也传出有一名姓何的律师协助诈骗集团闪过调查，甚至是泄露证物，目前人已经放羁押禁见。法务部调查局调查班结业典礼上，全体学员徛起来宣誓。学员强调，何将国家法令未违法渎职，不过即马说有调查官涉案。台南市调查处新营站一名涉任的调查官，防检举泄露个人资料，也涉嫌甲案件当事人有不当金钱的来往。检方指挥中基站警员去伊的办公室甲徛家敲锤。台南地检署证实这件代志，不过因为案件侦办中无说明案情，只透露涉任调查官涉嫌重大有串经未经考虑，已经向法院声押禁见。同款发生在台南的另外一个案件是有律师涉嫌假造诈骗集团帮凶，一名超过20年的自称姓何查某律师，亲像利用律师的身份背信了后，泄露枪诈秘密，16予检方声押。本案被告为职业律师，以律师身份同时担任诈欺集团成员及告诉人之律师，显然有悖律师伦理规范。我自己本身就是受害者，然后律师他自己本身又知法玩法，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民众的话，完全是没有办法去抗衡。一般我们都认为律师应该要坚守他的法律专业，而不是来协助犯罪。这件事情是不是凸显了法律制度的漏洞？电影认为，犯罪事实共安被告证人的论述，拢证明姓何查某律师涉嫌重大，蔡春琪也阁禁止接见通信。涉案律师事务所对此事也无回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进行三读通过普发现金，行政院长杜永泰今日再强调，普发现金是违宪违法。目前出的钱有4436亿，那准备普发现金一人1万块，就要去借1014亿。不过在野董事认为讲，政府去年有税收5283亿，免借钱就会当发啦。立法院伫拿白联手之下通过普发现金1万块，引起政府的反弹。行政院长杜永泰亲上火线，承认市定数是超过预算数，4年加起来有1兆8707亿，但是大省用伫的行政务，搁来是减少迄年度的债务，目前会当用的存钱是存4436亿，若是要普发现金1万，特别条例预算加起来是5450亿，按增加机制1014亿。是不是该举债来普发现金？这个是陷入我们现在的一个思考。他们只用1兆8000亿来误导国人，而不指出地方政府拿了多少，拨补基金用了多少。杜永泰认为讲普发现金是违宪违法，无法度改善财政体制，发挥在野卖做唔捌法律的人去闪法律条文，对敢要寻求救济管道。杜永泰表示讲，希望会当到立法院说明财政状况，不过拿白无得甲插，当面政府欺骗民众。那位表示讲，根据惯例，7月底会办决算，政府去年超收的5283亿会入效，免机制就会当普发现金。要不要做都是一个理由啦，这个根本没有违宪，因为根据宪法第70条是预算量不能增加，但我们通过这是法律案，去把弊案查清楚，把钱追回来，就不用举债了。另外，
超征的这个钱本来就是我们人民的税收啊，每一分钱都是我们人民的民脂民膏，本来就应该还给民众。针对行政院若提出复议，在野表态，讲一定会否决，要求政府依法行政。记者综合报道。这月2日就要举行这罢免投票啊！今仔日罢免团体召开记者会，好民众踊跃报名监票，因为全台湾有24选区，拢总有5947个投开票所。不过大部分的选区呢，监票能力是严重不足的。国民党的朱发辉主委就表示，虽然各地头的这个党部拢当咧处理这联署造假官司，不过每一个投票所呢，尚无有2名志工，按算动员12000人。院长陪我，谢谢徐巧芯一起来车队扫街。7月2日罢免投票剩9天，国民党台北市立委徐巧芯找立法院长韩国瑜做伙车队拜票。徐巧芯坦白讲，选情危险，希望记者7月2日会当出门到无同意罢免。像我跟王宏威委员，越是站在前线对抗民进党的，我们选情越危险。传出民进党内部选出7+3国民党立委有希望罢免成功，徐巧芯嘛在内。近日讲罢免团体发起大绕境造势到新北市，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带党公职消停，并表示伫罢免最后阶段，民进党会做国民团体的靠山，强烈监督任何干扰行动。每一个罢团、每一个罢区，都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在最后的阶段，大家一定是全力以赴。国民党讲说，这个赖清德总统要来宣布戒严，我想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假议题，也是一个抹黑。因为投票日晚近，罢免团体嘛召开记者会，征求民众踊跃报名监票。因为全台湾24个选区，拢总有5947个投开票所，大部分的选区监票人力严重不足。我们是希望说外间的人员就是一个投开票所至少2到3位，我们现在这次有24个就是选区，所以可能需要是绝对是破10000位的这样子的志工。国民党组发会主委柯武金表示，虽然各地方党部面临伪造联署官司，不过一个投票所也是有至少2个志工，一定动员12000人。选罢法其实规范的是选前10天不能公布民调，并没有说不能抢救。他提到这样呢，无非就是想要恐吓我们这些委员，还有让媒体的报道可能会不敢出现抢救告急这2个字样。不管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前一天讲，投票前10天发告急有违规的顾虑，后来搁改。柯武金嘛呼吁伫选举前关键的时间，对各种假消息、违反选罢法的行为，行政单位应该公开查办。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天气。这气象署表示，热带性低气压 TD09上近沿岸就叫做今年第6号风台威帕，预估这拜5、拜6上接近台湾。今仔日各地头是拢真热，过道山区落雷公雨。明仔载呢，就会受到这威帕的外围水汽影响，东半部会落尽雨。也若19、20呢，东半部屏东就要注意大水雨。今天主要就是今天可能就会形成这个微帕台风的一个部分。气象署指出，热带性低气压 TD09上近伫礼拜四形成做今年第6号风台威帕，向西北方向行，进入南海了后，对中国广东地区登陆。虽然未进入台湾，不过外围环流会带来大量的雨水。18号一直到19号这段期间，相对距离台湾会是比较接近的一个时候，所以在这2天的一个影响上，也算是相当的明显。受到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拜四台湾各地天气无稳定，过道了后拢会有雷公雨。拜5、拜6风台上接近台湾，到时东半部可能会出现大水雨、大豪雨的情形。南部地区规天嘛有落袂停的雨，也若北部和中部就要注意过道了后的雷公雨。在东半部地区都是容易会有普遍性大雨，甚至是会有局部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至于像是在其他地方来讲的话，以及外岛的澎湖、金门跟马祖的话，这个雨势上也会逐渐变得比较明显一些。只是说在这个雨势上来讲的话，目前看起来还是以午后雷阵雨的情况为主。另外，气象署嘛提醒，后礼拜伫台湾东南海面上可能各有新的低气压系统影响台湾，到时替台湾带来更较侪雨水。如果后礼拜1到后礼拜3这段时间，全台拢会闪雨，进入湿热的天气形态。记者陈阿轩、郑俊佑台北报道。
但若是风台损害到咱台湾的电力系统，这嘉义基地部地顶沿海地区也是无电通用，台电继续伫咧抢修。另外，南投水里呢有一大山架放落来，离这电塔敢若5米尔，台电含乡公所也拢先甲这山架稳定落来。高压电塔踩伫山顶，边仔遍布放一大地。但若是风台过境，南投县水里乡车到的时，雨量捌到300毫米，造成二白山一地遍布崩落，道路是抢通啊，也毋过电塔煞强要对落山坎。实际来到这个崩塌地点观察呢，你可以透过镜头看到，这个山坡上呢，包括土壤还有树根呢，都大面积的裸露。虽然现场有一些帆布覆盖，不过这个崩塌点距离电塔只有5公尺，看起来是岌岌可危。其实会造成说，在这个二丙山上这附近住在这边的人比较不方便。如果它又坍塌下来的话，大雨又下来的话，当然是一定会担心的。当地民众烦恼，万一搁来一场雨，电塔可能无保。水利乡公所表示，崩塌点附近有2座电塔，目前已经报称灾害抢救。台电强调，目前电塔安全唔免烦恼，地基伫岩盘顶也无必损，会甲公所合作，启动稳固边坡工程，各分担经费，预计9月就会完工。这上面呢有2座电塔，恐危及电塔再度崩塌下来，那会造成更大的这个灾害。现况来讲，在铁塔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水里乡公所这边大概要用那个紧急灾害的防救的方式来边坡稳固，台电也就委托我们公所这边一并处置。台电工程车将倒伫渔湾仔的电火条啊吊起来。到17下昼5点几止，嘉义县游园有338户停电集中伫基德乡布地顶沿海渔湾仔地区。这道到迄边中路呀，完全在迄个风台甲进拢完全无电来啦。渔湾仔市处补办到达游园布电，这会当暂时用发电机应急。台电强调，目前村内无电用户，多数位伫线路尾流，爱架设电火条啊，一段一段牵线，作业难度明显提升，会继续全力抢修。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风台过境，这台南沿海超过1万户的徛家厝顶受到损害，正又过这风台接近啊，民众是赶紧伫咧厝顶大布棚要来查雨。讲到即届呢，这将军北门渔港的牌仔损断甲真严重，中央公布上届停火补助25000块，不过渔民讲一只牌仔就要几落10万，希望中央呢会当有关补助金额。渔民爬去厝顶捡索啊，白布棚兼地砖啊，但那时拄走，煞来也叫风台接咧来，这些灾民心惊惊，趁天气好，赶紧整理家园，避免损失惨重。根据市府统计，这摆徛喺厝顶受损拢总1万桶雨，即阵阁有2987户，但要处理，毛里长平台邀志刚入灾区帮忙，希望灾民会使早日恢复正常生活。怕漏水，因为现在你这次台风要找那个修缮房子的也不太好找，所以先暂时盖帆布，遮一下雨水这样子。另外，将军北门这带的渔民趁食工具嘛受损甲真严重，这回嘛因为风势伤大，落地到渔港遮大细加起来300个塑胶牌仔，有7成拢海去，有的甚至沉伫海底，根本就找无。虽然这阵中央有公告补偿，上悬咱补助2万块，渔民是认为买一个成本就要几10万，补助根本就无够，因希望中央通放令补助标准，嘛通提悬金额。大约几百万的物件，啊，像迄汽油啊，迄一台40-50万，看补助迄1万块，啊，话落落的，迄是要安怎去了？啊，这是生财工具呢？2.5万，说实在的，可能连购买那个船的那个塑胶管的一个费用都太过这样，啊，更不用讲说没有牌子的部分是没有做，目前是没有做理赔的一个方案，希望说渔业署或是相关单位提高赔偿的一个额度。但是政府表示，17开始嘛开放民众通申请厝损害慰助金，针对厝顶外墙损害等，上悬会当申请到10万块。厝所有权人也是实际徛咧遮的住户会当提出申请，若无大事实补助金减半。另外，中低收入户会当搁另外发5000块。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来看家己布袋新闻是嘉义县规模上界大供电厂，洪台扫过4成受到破坏，也未来处理。县政府表示，讲目前电网络和交通拢也未完全恢复，影响到这供电帮的处理进度，会要求业者赶紧来变好清气。技术人员来到供电厂，要了解供电面板歹去的范围甲所在，才有法度安排清除的工作。嘉义县布袋新闻地方伫水面顶的供电棒，因为即届风台造成真侪损害。当地里长讲，有看到工程人员来出入，上定烦恼的也是供电棒敢有污染，希望业者会当赶紧来清理。因为太阳能板里面的组成到底是什么，其实地方也不清楚。但是那个数量这么大，哈，拢落落在水里，当然我们这边的民众也是加减啊会烦恼，吼，是不是对这个环境啊，对这个水质会加减啊有一个影响安尼？嘉义县政府经济发展处表示，新闻地方有6位供电厂，呼吁经业者来经营，是县内规模上大的水面式供电厂，已经有要求业者来清除，嘛有提供所在，予业者放歹去的面板，暗算5外会当处理完成。太阳光电设置容量大概是95。那目前估计的损失大概有40%哈。那其实以布袋新闻志宏池受损最严重的部分，大概有5万片的模组。那其实他们业者现在也积极依照环境部跟经济部的规定，积极在处理当中。嘉义县环保局表示，供电棒内底无有毒的物件，袂造成环境污染。落伫区域排水的地方池，嘛袂去影响民众一般生活用水。布袋电工所指出，地方池范围大，知影可能需要真侪设备甲时间来清除，也是希望业者赶紧来处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今日下晡，北部7个县市进行城顶轮巡演习。台北市长蒋万安去视察避难所散和暂时民生用品的配售演练。然后总统赖清德呢是特别去到台北市学校视察这暂时急救站和灾民收用等等的演练。不时呢和这蒋万安有来交换意见。不过第时的时阵呢，蒋万安就讲到这枪口袂当对来，搁再讲到这理性决策者袂互这建灾变做是现实。赖总统是讲到反共反并吞，这是共同信念。防空警报响起来，台北市关心车来往往的街路随便加安静。演习期间虽然8节列车正常运行，也过9站旅客只当暂时停留在车站内，搁要配合车站人员引导到大厅，也是柜台避难。现在状况一定是必要的，一定是必要的。半小时的话，其实是还好，也没有什么不好，本来就应该要做演习的。这次的城镇韧性演习是把过往的万安演习跟民安演习来做一个整合，采取兵棋推演还有综合实作的模式。台北市长蒋万安更是全程督导。城顶轮巡演习第一阶段是全民避难所在，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高立健也到场甲蒋万安同齐听防空避难简报，下昼2点防空警报结束，接下来就是全民防卫动员演习。最近配合演习。在捷运赶去北济小巨蛋站，蒋万安先视察展示民生必需品配售演练。总统赖清德下昼也特别到中山国小视导北市展示急救站甲灾民收容救济站开设演练。甲蒋万安同齐视导的是2个人不时咧讲话，不过伫第四阶段，蒋万安突然提起团结不是用讲的，赖总统是强调共同信念是反共反并吞。团结来自于我们都是一家人，枪口绝对不对内。我相信理性务实的决策者绝对不会把台湾变成热点，把战灾变成现实。所谓共同的信念就是反共、反并吞、反共护台，成为守护台湾必要、真实、具体的行动。17日下昼是北部7县市的演习时间，新北同款进行演练。市长侯友宜强调，演习是希望提升民众忧患意识，做好万全准备，才会当应应各类灾害的冲击甲挑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总统讲要甲这个反共护台正做是具体行动，咱来看这汉光41号演习来到第9天啊！这国军呢伫咧北部、中部演练直升机、野战警报，这6项的主力战机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乌鹰直升机、彭斯前攻击直升机进行烈加油挂弹警报，快速恢复战力。另外伫咧华防部演练要点破坏，这工兵呢甲这桥绑好断，被阻挡解放军的行进。
乌鹰直升机降落伫公园的草坡啊，大普罗佩拉鼓真紧，发出真大声音。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嘛煞落降落，汉光41号演习第9天换持久作战。国军无机强军已经进入大台北地区，陆航6栋幺里派2台乌鹰、2台阿帕奇提供地面部队火力支援，也演练野战警报。4台直升机排归排，真壮观。油罐车赶到现场，用1对4的方式执行日加油。阿帕奇跟黑鹰直升机在新北的树林公园这边执行这个热加油以及挂弹的作业，必须在限时在30分钟内完成整补，即刻升空重返战场。官兵挂弹药箱招来阿帕奇直升机，分别挂打击强军战车的敌架火飞弹，也甲用来拍强机的刺针飞弹。但是乌鹰直升机因为有跨区支援的能力，一旦投射兵力物资运补相反后送，陆航的主力军机当时落地警报，吸引民众围看。在路上看得到他们比较安心。中部港湾有直升机演练油弹补给，陆航6栋2里派目镜蛇攻击直升机降落伫国手的运动场，严禁保持运转，执行日加油。官兵使用干扰枪防范中共无人机干扰，确保空气安全。因为战时阶段直升机进行油弹警报，这段过程比较危险，都惊强军攻击，所以边仔爱有部队实施警戒，确保直升机快速恢复战力。比方说，它可以避免，就是不用太过于依赖集中的前进基地，以避免遭到集中打击。那又或者是说，透过这种方式分散部署，然后去中心化的作战的方式，去强化它的生存能力。另外，国防部投入要点破坏演练，打乱中共行军的节奏，选定连接军用机场甲市区的桥，工兵引爆炸药，阻碍敌军向前，争取国军部队机动甲部署的时间。若是中甲564里无机悍马车故障，4支部出动进行野战抢修，过程节奏车紧，演练真实，验证后勤部队的应变能力。记者采访报道。三元联光科技公司伫咧高雄小港的锂电池工厂14爆炸来发生火灾，害15个人受伤。这消防局就算甲火已经拍花，不过也是逐工伫遐监控温度，就是烦恼讲这火会个再倒起来，是一直抓水伫遐降温。就要等这业者的消防管线修复了后，消防人员才会来处理。环保局也派人伫咧现场监测，这空气品质目前数据无问题。空气监控的厂房，厂区室内平均的温度差不多30度。在高雄小港区小港里的三元联光科技公司14爆炸导火造成15伤，15透早甲火拍花，等到17下晡，拢有消防队戒备泉水降温。内部的高状态容易让锂电池产生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做复燃。我们现在部署了3个移动式的炮塔，持续的对内部的温度进行洒水降温。当气象局讲火灾了后，厂房是需要环境才当重建，原来讲阁烧起来是持续戒备，等业者厂内的消防管线修复，消防车的泉水就当停止撤离。只是这2天，毛民众向里长反映讲，阁闻到臭味，现场冇看到环保局的人员在监控。2天的话，民众还是稍微会有闻到一些异味啦，那并不是很明显。那我有通报环保局、消防车啦，还有高空车，他们都是在戒护，因为也是怕死灰复燃啊，里面什么状况谁都不知道啊。锂电池有淋水迄啊，你啊挂掀开，伊出来迄个气啦，没有了啦。之前有闻到吗？之前味道很重。里长讲，这个臭味无排都是厂区环境设备造成的。环保局表示讲，目前空品拢正常，空务小组对14个单拢总检测63条数据，确保火场灾后的空品专人阁会监控几天。三元厂区回应讲，目前持续停工，市府对这摆火灾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公司的全力配合。靠轮班的员工当然伫厝休困到20，而且保障薪资未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今年3月，这海巡甲检警伫咧东港的外海呢，查到渔船一枪号，船顶载10个涉嫌诈欺毒品等案件通缉犯。检调发现讲，这个人呢，一个人以150万的费用，打算是要坐桶去到甘埔坐。这个案件总共起诉18人，检察官也建请这法官就要甲这个主嫌判处等。现在时间中华民国114年3月14，现在距通报渔船0.1海里。我近目标渔船，海巡人员就直接跳过，准备上船抓人，一个手拢互速大北的驱离甲帮
今年3月时，这只载通缉犯的渔船益昌号想要偷渡出海，屏东地检署接到通报指出，有姓寇参姓吴的查甫人组成偷渡集团，每一个人偷渡费用150万，一个又一个招募通缉犯，以联络渔船，甚至搁甲柬埔寨迄边的诈骗机网合作，会使到当地继续做诈骗害钱。载运10名未经正常管道非法出境。陈姓船长等3人驾驶渔船从南部地区出海后，于外海等候接驳偷渡出境，欲前往东南亚地区的犯嫌。这10名通缉犯坐渔船对台湾出海，闪过港口甲检查系统，毋过海巡单位早就掌握，随出动船者伫东港外海将船炸落来。船顶10名要偷渡的有9个台湾人，有诈欺、毒品甲枪炮通缉犯，一个中国籍非法入境。全案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本队呼吁国人，若发现海上不法活动或走私偷渡线索，可拨打海巡118。屏东地检署指出，偷渡犯内底有8个人，其中1名阁是排7条诈欺案件的通缉犯，拢已经予法院判刑，准备爱坐监。检方以移民法、国安法等罪名起诉18个人，并建请法官对主嫌姓寇的查甫人重判8年，共犯姓吴的查甫人6年6个月。法官嘛裁定全部契约禁见，原底判刑确定的，拢爱阁送转去坐监。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若准这消防人员、医护人员伫咧救灾时阵，毕竟咱拢无受到专业的训练，咱就徛较边啊，唔通伫遐十喙九尻川讲遐有诶无诶，颠倒是无帮助。来看这花莲的寿丰乡滨河村，昨透早发生一残4个人死亡的火灾，这家属是质疑讲这水灵车伤慢来。网络顶头也传出一段影片，有一个查甫人伫现场一直骂消防人员，外界也质疑讲这个查甫人是影响到救灾。我知道你很紧张，后退好不好？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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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后退，拜托后退，你这样很危险，你这样很危险，拜托后退。我知道。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伫火灾现场情绪激动，不过安尼指挥消防员安怎灭火敢有适当，引起真侪警义小的不满。那个民众就是一直在旁边这样子大吼大叫，然后就是一直在骂三字经啊，然后还对着消防人员这样破口大骂。根据警方的资料，这个查甫人是受灾户的头家。昨日透早发生火灾的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斗相共。不过，伊的行为是不是牵涉到违法？消防局启动调查。以火灾现场的话，我们是希望民众不要到现场去做一个指导的一个动作了。本案的事件的部分，我们会研讨相关的一些措施收集相关的一些证据来做一个后续的一个检讨了。面对质疑，黄先生今仔日嘛出来回应，讲是因为真着急，迄当时敢若赶紧想要把人救出来。我当下情绪激动，所以可能有很多不当的言论，甚至说去辱骂这些消防员。我在此对你们消防员说声道歉，不好意思，抱歉。死者家属是希望大家会当体谅，一直伫等消防车到场的亲友情绪是安怎这么激动，而且当时也有4个人掉伫内底，希望爱检讨的应该是安怎消防车找无事故现场。你一上桥之后就会看到火源了，可是你们迟迟找不到我们家。当下我们那个寻求帮忙的朋友、亲朋好友都已经到现场了，可是你们救灾的人员呢，在哪里？黄先生除了回室内，也承诺员工这届的火灾后续丧葬费由公司负责。消防局是表示，会当体谅亲友的心情，不过也是希望民众会当加灭火交予专业，避免更较侪人受伤。记者采访报道。伫今年8月，这教育部有规定，这幼稚园呢要有一位幼教师的政策，就要来推动啊。同款也碰到这欠师资的情形。民间团体表示，目前师资无够和幼教的环境无好有正大的关系，希望透过调整政策来做改善。教育部表示呢，目前先用补助授课费用和规划在职专班来增加幼教现场的人力。教育部规定，幼儿园大班要有就幼教师的政策已经延前实行2摆，确定要伫今年8月1号正式上路。也毋过幼教现场所拄到人力无够的状况。根据教育部的资料显示，最近5年平均逐年拢有4000多人摕到教保员的资格，投入教育现场敢若一半。幼教人员的工时伤长，甲大环境无好，拢有影响。特别是幼教老师的那种行为的检视，被调查出可能没有涉嫌不当管教，
也没有任何的补偿机制。现在的课后留园，它不断的延长时间，有些县市已经到6点，甚至到7点。台湾其实合格的教保师资呢是不缺的。好，教育部的统计的报告告诉我们，每年都有很多拿到资格的专业老师，最后是因为待遇太差、环境太辛苦，所以选择不进入这个行业。民间团体表示，教育部推行幼托合一已经14年，却无调整培养师资的方式，希望未来整合幼保系和幼教系和制度统一，伊嘛呼吁政府会使正视幼保人员普遍加薪的状况。可不可以调整，把幼教现场的师资能够整合？公部门能够做一个领头羊，那私部门大家也能够一起提供给我们幼教伙伴更友善的环境。教育部回应，针对幼教师资欠缺状况，目前会先补助教保员或者是代理教师收拾幼儿园师资课程的费用，另外嘛规划在职培养的计划，让因会使哪做工课哪上课，补充幼儿园欠缺教育能力。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台中市抽检这市面上11种囡仔伫咧耍的史莱姆，发现讲有5件瓶超过标准，上济是超过8.6杯，已经要求业者回收，上济会当罚到200万。亚大毒部区医生也提醒讲，凭这款元素呢，囡仔若准长期接触会伤害到皮肤，请家长要注意。乌鸡丸放伫手的黏黏稠稠的就会变形，色水真艳，这是囡仔真介意的史莱姆黏土。不过台中市政府抽验市面上所卖11款商品，发现有5款偏元素不合格，相关超过标准8.6倍，长时间算可能影响健康。家长听到消息嘛会烦恼，会很惊讶，会觉得说，因为之前小朋友也会去玩这样子，可是我以为那个是很安全的，对，没想到他检测是有这样子的。那针对皮肤上面，我们也会很担忧。就是玩之前跟玩之后都会做清洁啊，会要求他们手部清洁这样子，哎，对。怕有一些添加的。对。台中市消保官表示，这11件史莱姆黏土产地大部分是中国，分别伫实体册店加网络伫卖，但金属检测拢合格，有2件中文标示无合规定。5件瓶超过标准，除了要求厂商随落来，嘛依照违反商品检验法移送经济部票检局，后续会当罚20至200万。贩售超标的这个商品的话，会有依照商品检验法方面的这个罚则。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已经将这5款违规的商品移送给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台中市政府是讲，为2022年开始，都捌传出细囡仔使用史莱姆黏土，致使皮肤严重发炎的事件。都无可医师讲，黏土内含硼，细囡仔长时间接触，也是去吸到喙甲片，确实会刺激皮肤甲黏膜啊。硼酸的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对黏膜呢、对皮肤的刺激是比较强，所以是可能就会发炎，然后会溃疡。一个很小的小孩，如果那个体重比较轻呢，事实上很可能不用太久，也许玩1天的就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变化。市政府甲医师拢建议家长，囡仔耍史莱姆黏土的时阵，应该选择通风的场所，佮限制时间，嘛袂使同时食物件。耍煞会记得爱洗手，嘛会当经无含硼的黏土保护细囡仔。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屏东林路永源堂头前有一丛老青啊，最近庙方拄甲这花台改造呢，正做这村民会当坐伫咧休困的所在。不过花台阿蒙头竟然连树根拢甲伊包起来，互民众质疑讲这树啊会烂根，雄倒去，恐惊去缀着人。庙方表示讲是为着要方便摒扫这个叶啊，才会安尼生做的。啊，农业处表示会辅导庙方解释。大雨一直落，但是雨水顺树瓜流落来花台内底，看到的不是青仔的树根，而是一缘暗毛图。屏东林路乡永源堂头前的这丛青仔，顶个月定做花台，不过庙方说连树根都控暗毛图。这件代志伫网络引起讨论，民众质疑安尼做树啊敢有法度喘气？庙方表示是为着树叶啊好摒扫，而且顶悬冇拍空要压水。你如果说不这样，要做怎么扫？你去了解了。我这个还有打3个洞，这个都可以渗透进去，这个你看，这水都可以进去，不是全部啦。它被水泥封起来，又被盖土，它的根系会怎么样？会缺氧不是靠那3个小洞就能解决的。所以最后缺氧的结果是根系没办法呼吸，就会烂掉。它烂掉之后，这棵树就会倒掉。
除了头前先做回台的这张青啊，顶几年伫庙边的这张嘛同款有用阿妈头控树根的表面，因此庙方认为袂影响树的成长。对此农业处表示，虽讲这张青啊毋是立管的受保护树木，不过这款做法确实会造成树啊生菌、烂根甚至倒去。后续也邀集专家学者去会勘辅导改善。那我们择期来做现地的一个勘察，那也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针对这一个的状况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及辅导，那供庙方后续做改善树木栖地的一个措施。庙方强调，因为人力有限，因是为着环境经济才安尼做，毋是无爱树啊。不过专家认为，除了爱将表面的阿毛土卡掉以外，上好也是甲灰带规个拆掉，莫互青爱生长受到限制，安尼才是正办。记者柯家族赵阳屏东采访报道。高雄桃园区的美兰部落唯一对外交通阿基吊桥不时就要封桥整修，进前佫再传出讲这沙石啊、车超重啊，驶过这个吊桥呢，损害到7成的桥面拢损害去，民众骑车经过这车路变甲坎坎坷坷是真危险。管委会表示讲会赶紧来整修吊桥甲便道。这是唯一一条部落进出的道路。空车3栋半货车驶过桃园区美兰部落的索亚基吊桥，因为桥面更帮有损长，规台车都安尼对咧海悬海低，有的铁棒已经高甲翘起来，阁有几落搭已经拆落。不过部落居民无选择，驶车骑车的道啊路，用行的都换扶手稳稳啊行，因为这是因出入的唯一道路。你看这个桥，整个都是凹凸不平，摩托车过都很不好过。我们上课、上班，甚至看病的都需要使用这条吊桥，所以如果能够更完善的把这条吊桥做得更好，甚至是有没有办法把这座吊桥改成水泥桥，我相信对部落来说应该都是非常好的。民众讲桥的两边拢是住户，出入拢靠这板桥，原地使用率悬，接维修都互因真困扰啊。14个去互超载沙石车到一个害愈惨。原民会讲，吊桥伫5月开始整修，因为临时便道去互大水冲害去，所以整修的期间阁爱开放互民众行，才会进度变慢。16甲公所紧急会勘了后，会赶紧整修，而且先抢通便道，互民众通行。在这个礼拜5开始，我们会采取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的这段时间，道路封闭来加紧的来进行这个工程。原民会表示，日时的时间期间车辆袂当过，人的部分是改过通行，而暗时是无限制。针对沙石车造成桥面损长的部分，后续也会向事主要求赔偿。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来看彰化新港有建商等咧起新厝，不过附近的住户就表示讲，施工造成因兜的地砖甲壁道拢离开必顺，甚至有的厝已经起，上坡有8-9户受的影响。虽然建商是有请这土木技术工会来做鉴定，不过住户认为讲这鉴定报告无完整，厝体受损的所在拢无写到，要求建商呢就爱来甲因住无到10年的厝恢复到本地面貌。社区大门的条仔甲边仔的楼仔厝原本密密的壁道，即阵离超过3公分，阁有徛过头前的地砖嘛有必损。居民指控是隔壁建商咧起新厝，施工不良所造成的。因咧挖地下室吼，就开始本大是差不多0.5公分，过来1公分，过来1公分半，过来2公分。起迄个大楼啊，造成咱这地基规个倾斜。地基也有倾斜，然后地基也有掏空。彰化新港乡一笪工地咧起公寓，但是附近民众指出，建商咧挖地下室的时阵有顶打，地属因的厝的地砖甲壁道拢有离开必顺的情形。建商表示，已经委托专业土木技术工会进行鉴定，一切以报告为准。8户里面只有2户达到标准赔偿的标准，1户赔4000多块，这是第三方的鉴定结果。你们是不是4月底跟6月底有去调解2次，然后没有成立嘛？对，后续你们会减负这个调解不成立的证明文件，好，跟现在手上这份损害鉴定报告，好，会送我们县府去召开建筑争议的评审。官府会勘表示，2月初接到真情，有请建商提供安全鉴定的报告，现场施工是无问题的。稍后会针对这案召开建筑争议会议。不过住户表示，干那希望建商会当甲因的厝恢复原本的模样，莫互因大家心惊胆吓。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但是6、7月这新店的奶子当咧大出，不过病虫害会影响到产量。为了要改善这款的情形，新竹市农会呢协助农民用这草瓦式的 LED 暗时照光，那会当阻止病虫害农药的使用量，也会当减少，产量也提升。看起规片的奶子园，伫暗时拢点起草瓦式的 LED 灯火，这不是为着水，是可能为了防治病虫害上新的武器。我们已经实验了2、3年，然后就会发现说，点绿光了以后，我们吊果的数量大大的减少，然后产量大大的提升。可农讲自从用这种灯火了后，那产量得到提升，奶子吃起来唔那更较低，而且可以当减少使用农药，让大家食安心。喷药的次数大大的降低，大约只有以往的1/3到1/4。那其他的时间我们就点绿光，然后做我们的荔枝的保护。以往我们防治荔枝企鹅都是完全是使用农药，后来用了绿光防治以后，我们发现整个荔枝企鹅的量可以减少到只剩下2%。目前新竹市种奶子的面积约11公顷，农会已经帮其中4公顷安装一套 LED 灯火系统，协助农民来防治病虫害。硬体设备来讲，这些灯泡、还有线材、还有这些架设的设备，1分地大概不到2万块，大概1分地不到2万块。那农民呢也可以自主来架设这些就是绿光防治的这个设备。用科技种出无农药的奶子，新竹市农会指出，未来会继续推广，让奶子除了好食，嘛加一份安心。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伫宜兰有一间连锁大卖场提供开港结束柜台服务，希望时代来到这有人陪因开港。店员也特别经会晓讲台语的，早起佫会送胖牛奶予65岁以上的长辈。业者表示讲，试办的效果若准袂歹，其他卖场也会引进。今仔来买面啊，感觉啦有欢喜无？开钱无欢喜。真诶晓，开钱无欢喜，安尼较食来啊。那含阿伯开港，那讲算笑，这是宜兰连锁大卖场新设的开港结束柜台。这阮家己做的面包客家己做，小点心，试试看。开玩笑，佮大心摕牛奶面包给阿伯阿姆，是大是拢笑嗨嗨，一直学了足大心。较济所在有较好，很好啊，因为我们喜欢这样聊天啊。真好，第一届真好，真好。如果针对早上来的阿公阿嬷们，就是可能如果血糖比较低，我们会问他有没有吃早餐，然后就可能提供一些面包啊、糖果啊，然后牛奶跟豆奶或是水。卖场讲当初会想要说开港结束柜台，是因为看到荷兰有超市流行这款的服务，后来才甲引入来宜兰试办，希望互结束变做甲老大人温暖的对话，豆豆结束唔免惊后壁有人吹，打造一个友善的卖场环境。店员讲也有较闹火，也有拍一下招呼，我就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方案啦。即马宜兰店是阮这个系统内底，阮第一间店安尼做。若讲伊的示范效果袂歹当然阮其他的店买当来这个采取同款的这个模式。卖场讲，伫咧开港柜台服务的员工拢是特别敬贵的，毋但需要有社会经验，上好佫会晓讲台语，爱甲老大人开港卫生。卖场佫提供65岁以上的时代免费的配送服务，毋免挂甲大包细包，或是大真肯定。记者陈选郑俊佑宜兰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表示，在有人故意伫咧分物资的所在塞人难民，造成人打人的意外，20个巴勒斯坦人死亡，也即期和哈马斯有牵连。不过有人讲是这基金会包厢发射呼召弹和牵手雷，才造成意外。这条道路受伤的民众送入病院抢救。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甲拉法之间一个援助发放地点发生人烧落，造成20个巴勒斯坦人被喘气死亡。من ورا الناس بتضغط عليك، من ورا الناس بتضغط وقدامك شبك، يا اما تنفدغ يا اما تنفدغ وتموت يا اما بتقدرش تطلع، فيش خيارين، يا اما تموت يا اما تتصاوب، بس خيارين اثنين اللي معك،
في اللحظة هذه بس. 这是美国支援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 GHF 管理的援助发放站。GHF 透过声明表示，人群内底有提武器人甲哈马斯关系，佮故意煽动骚乱，暗过现场民众指证是 GHF 家己的情报上发射武器。GHF is blaming Hamas for the violence. It says the group sends people in to provoke, to cause panic, and provoked a stampede that led to most of these deaths. However, witnesses tell us that GHF's own contractors fired pepper spray and stun grenades, and that's what caused the crowd to panic.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指出，过去6礼拜伫加沙的援助发放点甲车队周边已经有至少87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发生伫 GHF 援助地点附近。以色列唔但继续伫加沙实施军事行动，甚至准备建设人道主义都市来收容因为战争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不过，进前要经过安全检查，那这起无分准离开，而且由以军控制周边地区，引起以色列前总理欧莫特批评亲手伫加沙打造疾病。被看作是种族清洗，人权律师认为可能造成战争罪甲反人类罪。مدينة الخيام اللي بيزعم نتنياهو عملها وحبس الناس في معسكر اعتقال كبير ويتحكم في هواهم، يتحكم في مائهم، يتحكم في قوتهم، يتحكم في شبابهم، يتحكم في نسائهم، في كهولهم。有真济国家组成的海牙集团伫哥伦比亚举行会议宣布，因会追究以色列伫加沙暴行责任，包含组织向以色列转移武器。参加20多国，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古巴、印尼、马来西亚甲南非等国签署一份联合声明，承诺采取法律甲外交措施来结束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公视新闻陈伟珍报道。来看古巴的劳动部长比托15因为乱讲话来失去落台。比托讲，伫咧本所堆找食食的人是假去食，讲这个人呢好脚好手煞唔找头路，敢若想要轻松趁钱尔。想要到这个话引起民众愤怒，连因的总统也认为讲安尼无妥当。古巴劳动部长委托失去落台，15电视新闻播出相关消息。La compañera reconoció sus errores y presentó su renuncia al cargo. A partir de la falta de objetividad y sensibilidad con que abordó temas que centran hoy la gestión política y gubernamental, enfocada en atender fenómenos reales y nunca deseados por nuestra sociedad. 委托迄日也承认家己失言，伊是伫14伫国会听证中发表真有争议的言论。Hemos visto personas aparentemente mendigos. Cuando usted le mira las manos, cuando usted le mira la ropa que llevan esas personas, están disfrazadas de mendigos. No son mendigos, en Cuba no hay mendigos. Y entonces lo que están es también que encontraron un modo de vida fácil para ganar dinero y no trabajar como corresponde. 委托也严厉批评迄寡伫咧摒揣本所的人，讲因为收遐的材料私底下转卖也无纳税。相关言论连总统迪亚斯卡奈拢听袂落去。Ninguno de nosotros puede actuar con soberbia, puede actuar con prepotencia, desconectado. 古巴多年来通膨严重，生活基本物资真欠，搁限制规矩，街路上看起来善车的人是愈来愈多。委托言论触动古巴人敏感神经。公视新闻吴伟廉编译。脱北者伫咧北韩是动罪，2023年的时阵，大约有500名遭去中国脱北者，向强制遣返登去北韩，到当时下落不明。伫咧南韩首领的人权组织转型正义工作组，针对案例受害家属的困境和建议，连续2年提出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就要采取行动。 하루하루 손꼽아 기다리고 있습니다. 지옥에서 사는 것이나 다름없습니다. 去年10月，在英国的脱北者金贵利，捌伫中国甲北韩驻英国大使馆外野排示威，表达希望找到2023年去予中国强遣返登去北韩的小妹金铁玉。伫南韩首尔的人权组织转型正义工作组指出，这是北韩境外跨国强迫失踪的代表性案例之一。 Who was actually a victim of human trafficking. She was married into a Chinese man and had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25 years. She never were allowed to have a legal status in China. The repatriation, deportation of the North Korean escapees in October of 2023. She was unfortunately one of the 500 North Koreans
20 detainees were sent back. 加金铁桥做伙，予人遣返的脱北者差不多500人，各当拢下落不明。因为脱北伫北韩是重罪，予人遣返的人可能面临加禁、酷刑，甚至处决。转型正义工作组针对案例受害者家属的困境甲建议，连续2年提出报告，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bo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protecting North Korean refugees should continue to speak up. And we also emphasize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address North Korean escapees as refugees or asylum seekers. 转型正义工作组希望联合国甲国主要国家爱表达敦促中国甲罗西亚停止甲北韩合作，遵守无遣返原则。若是持续做出相关侵犯人权的行为，应该爱实施制裁。记者采访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4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